种下去以后，那明年冠军会不会是别人啊？你不怕以后冠军宝种让别人吗？假如大家会不会这么觉得？后来哈，就说，我冠军我喜欢独享，那我送给别人的话，明年冠军不是我，那怎么办？就有失落感啊。结果啊，大家知道南瓜大王他怎么回答吗？他说，其实我希望我年年，我当然我希望我年年得冠军。那我希望我年年得冠军，所以我希望把种子送给别人，因为尤其是我隔壁田的，我更要送给他。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后来跟郭大王说啊，因为我把好的种子送给我的左邻右舍的话，然后他以后看到种子品种是好的，我的品种才不会改变，所以我每年才会有好的品种。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有哈，对啊，所以南瓜大王就是这么有大不一样啊。那相反呢，在一个种玉米田的一个农的例子啊，一个故事呢，一个很会种玉米哦，他种的玉米哦。多水真的很，而且又香又甜，然后造型都很整齐，很漂亮。然后他种的品种很好，可以卖得好价钱。结果就有人觉得很羡慕啊，就是说，哎呀，罗先生，你种的玉米的种子那么好，那请问一下，你能不能把那个种啊给我，好不好？可以给我吗？结果这个农夫就说，我这个品种不随便给别人的，这个只是我的专利，就这样子。后来很多人跟他要他的那个品种啊，他从来不给别人，因为他觉得说只要我好就好，我给别人的话，那以后我价钱就没有办法卖这么高了。结果很多人都蛮失望。结果呢，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一年一年的过去了。结果有一天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大家知道怎么吗？他原本很丰硕的这发水的玉米呢，奇怪。为什么一年不如一年？然后怎么越来越小，而且种子没有以前的那么漂亮，就是它的果实就不漂亮了。这品种就感觉大概小差很多，没有像以前都是那么的整齐。大家觉得很奇怪，那农夫看就很纳闷，奇怪，为什么是这样子吗？是天气的关系吗？还是空气的关系？他想了想，觉得好奇怪。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混血的玉米的，他连本来好的品种，然后因为别人不好品种，他也变成说他品种变成参差不齐的，结果他品种就变成这样子了。所以啊，因为我在学校，我跟那个田妹，就是吴老师，我们常常在学校跟所有，尤其是新的我们的爱心妈妈，我们常常就跟妈妈就是分享一个经历，说我们希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啊？大家希不希望？希望，对不对？我们的孩子是最好的，而且是品德是最好的。那我们希望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出入平安？希不希望？希望。希望。那我们希不希望社会进化社会？希不希望？对，我们希望社会是祥和的，对不对？对。那我们想要社会祥和，我们孩子优秀，我们孩子安全的话，要怎么样呢？就像孟母一样，就是我们假如大家都做好的话，就不用孟母三迁，因为每个小孩子从小就做好扎根教育，那从小就好好的读经，因为读经是一辈子的事。读经我们虽然想看他很小，可是他从小这个种子在他内心当中有一天会发芽，会发芽以后，他就以后等他长大的时候，是非善恶，他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不知如何分辨的时候，他会选择什么？他会选择圣贤的是的地方，善的地方去做，对，他就不会说想要投机取巧了。所以这个是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还有家长就是说，那小孩子读经到底几年才见结果啊？其实有专家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子是一朵花还是一棵树？大家希望我们的孩子是一朵花还是一棵树？大树。为什么？百年树。树长久，对不对？那花开很快就谢，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扎根叶深的话，像树叶扎根的话，它也会长得越好。比如说，要我们台北不是有101大楼吗？你要盖101大楼，你的地基是不是要101大楼的地基？是越高的大楼是地基要越深，对不对？要越扎实。对，那读经也是一样。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当我在上课的时候，因为那班老师他是选读的课程，然后呢，每个人都有把书拿起来了，但是其中一个小朋友他书都没有拿起来。后来我就想出一办法说，今天有带书的小朋友，你可以盖一个章。后来呢，那个小朋友就很快从书里面把书拿出来，他有带如意，因为2、3次了，我都一直以为他没有带如意。后来知道说，他为了一个章，如意就出来了，对，就出来了。然后从那一次以后，然后我发现说，爷爷奶奶他不是没有带，他是有带。然后只要有良好动力，就有一个章。后来我就说，小朋友，你们读经小伙也做得好啊，你可以盖一个章。后来他很认真的，结果这个小朋友呢，他起先呢，他说大家都书嘛，后来他有拿起来，但是怎么样？大家就很认真的读音嘛。但是他做什么知道吗？他在玩他的玩具，而且他每次玩的玩具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后来我就觉得说，这个小孩子怎么这样子？后来我跟老师谈了一下，才知道说这个小朋友本身是过动的。然后老师说，因为过动了，然后吃了药以后，同学们就记不起来。后来我就想说，读经教育对过动的很有效，我一定要花一点心思在这个小朋友身上。结果我就一直鼓励他，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不受小朋友欢迎，因为他都与众不同，别人很认真做，他都玩他的。后来我就一直鼓励他，他一点小好的，我就请同学给他热烈掌声。所以他会越来越有自信，而且他发现这个过动的他记忆力超好的。有时候我就说，什么小朋友哪一句现在已经可以不用看书的小朋友举手，他很快就会，他记忆力也许比别的小朋友还快。后来啊，小朋友就说，这个小朋友那么厉害，我们给他热烈掌声。他越来感觉说，我不再受排斥，而且我能力也那么好，因为我自己这么棒这么好，后来就很有信心了。后来啊，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后来奇迹发生了。有一天啊，下课以后，我们是晨光时间，就是早自修的时间。那时候啊，我就跟小朋友再见，有妈妈要回家了啊，祝各位小朋友健康快乐这样子。我就说我准备要书本拿着，我要离开教室了。结果那个小朋友啊，就对我举手都说，多多妈咪，谢谢你带我们读经。从那一次，我每次都这样跟我讲。这个小孩子他在读经当中找到他的自信，而且觉得说他自己也真的很不错。所以啊，你看这是迷人的地方。看一个过动儿从不想读经玩玩具的小朋友，变成那么热衷读经，而且他每次现在读经都做得很完整，都做得很好。你看一个小朋友是这个小朋友，然后变得这么好，所以我们假如各位在座的前几老师，我们是读经妈妈，我们是读经老师，我们是不是会受感动？会觉得说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是不是？对不对？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在座是读经的老师，请举手。目前，哇，我们给这些读经老师热烈掌声，谢谢你们。希望目前是这些，下一次也许你的话，希望全部所有的学生，好不好？真的哦，只要我们有去做，就像那个亮老师说，敌跟一有什么不一样？第一是没有，一就是有开始就有希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简单谈到这些那我们现在谈说，有的老师他也是很想推广，像有些妈妈就觉得我读经听说很好，那不知道怎么开始的，有的老师说我不知道怎么开始那我跟大家讲一个很迷人的，像我们花莲我是在一个花莲最大的一个学校，很多老师他都利用晨光时间只要那一班有带读经的班级那一班走过去那一班的规矩一定特别好，就是很奇怪，就是很奇妙，就是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个专家说读国语的小朋友他规矩会很好，然后读老子的小朋友他就是会怎么样？他就会很快乐。然后读唐诗的小朋友他就是很会做文章所以我们大家是不是希望说，我们也是每个人都是一个读经老师，希不希望？希望好，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好不好？那其实读经要如何开始呢？很简单，就是说小朋友请跟我念几个字，小朋友请跟我念7个字，对不对？好，那
最好。我说有在0到3岁请举手，或者举手，说你们把握住你的童年期时段，大家要好好的把你的那个好好充分利用哦。那就会只要你们认真的话，当我有神奇的手，就会神奇的手就会感应到你们的脑当中，你们就变成金头脑哦。我们要不要试看看我们会不会变成金头脑？要不要？好，一个口令的动作好不好？好，读经小口诀啊，经过念哦，姿势坐正，姿势坐正，经书摆正，经书摆正，左手压，左手压，右手指，右手指，眼睛看，眼睛看，嘴巴念。嘴巴念。好，小朋友有几个有真的做到了？一个口令的动作。好，刚刚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屁屁猫的图案？有没有收到？好，待会我们读经的小老师哦，表现好小朋友，我们就可以帮他盖章哦。所以你们要一个口令动作。好，大家再一次跟我一起念哦，读经小口诀，读经小口诀，在前面，读经小口诀，姿势坐正，经书摆正，左手压，右手指，眼睛看，嘴巴念。好，我们请老师哦，然后表现好的小朋友，我们帮他盖章了哈。那我们现在有准备好了吗？好，那你们请跟我念了哈，小朋友请跟我念。好，翻开到16页哦。好，再次读经小口诀，预备开始。左手第一步一定要怎么样？蹲好马步。而且小朋友，你读经小口诀最好的话，它的那个效率一定多好几倍哦。好，小朋友请跟着我念哦哈。鲁语哈，学而第一。学而第一。好，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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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而时习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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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亦乐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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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朋自远方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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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亦乐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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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知而不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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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亦君子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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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两个小朋友应该盖3个章哎！哇，这两个小朋友做得很好哦。好，而且你可以放在桌上哦，真的，你们真的做得很好。好，待会儿帮他们盖3个章，表现得很好。好，接下来哈有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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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为人也孝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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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好犯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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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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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犯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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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好作乱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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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谓之有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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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务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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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立而道生。本立而道生。本立而道生。本立
我会念两句。为什么我会念两句？因为我的读经班有的小朋友哈，像社区读经班，有的才刚会讲话而已，才刚3岁而已，他们不认识字。那假如说念2遍的话，第一次念2遍的话，他们印象会更深刻，会更深刻，所以真的是效果会很好。那有时候可以，这个方法很多，那也可以男生念、女生念这样子，男生念一句，女生念一句，这个方法蛮多的。那也可以说老师念上一句，小朋友接下一句，这样子。好，那现在老师念上一句，小朋友接下一句了，准备好了吗？好。学而第一，子曰。学而第一，子曰：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其为人也孝悌，贤矣。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哇，小朋友练得很棒哦。那小朋友练得很棒，因为来讲哦，就是我们常常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会适当的用一些爱的鼓励。为什么用爱的鼓励呢？因为大家有听过拍手功有没有？当小朋友他有这样子爱的鼓励以后，他精神就来了。对，有的小朋友他也许第一次他没有办法学，就是静下来，但他至少会学到爱的鼓励啊。有的小朋友会乐在其中。那就刚刚像那个吴老师所说的，有时候我们在带领的时候，小朋友乱跑，我们不用担心，没关系，这个过一阵子就好了。像我读经班有的小朋友啊，有一个那时候好像是可能还没读幼稚园，然后他妈妈是带他姐姐来上课，结果小朋友他固定只能做差不多10分钟。我想说，我一定要提升他的那个注意力啊。结果我就跟他妈妈，因为他妈妈是国中的数学老师，我就跟他讲说哈，譬如说那时候教唐诗嘛，我就说帮你试着说我们的进度。你譬如说我们今天是教第1篇，妈妈你今天不只是说让复习今天教的进度，每天读5遍，然后而且你也最好超前一个进度，这是一个重点哦。尤其是对不认识的小朋友，你让他超前一个进度，他第2次来，慢慢他就做得下来。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会读，然后因为他不认识字，然后我们读的话，他会跟着读，他就有成就感。如果他不认识字的话，假如说他回家又没有意识的话，效果不好。所以大家可以试看看，对于还不认识的小朋友，我们可以让他先预习这样子。真的像我相当好，像我还有另外一个读经班小朋友，都超小，2、3岁而已，长恨歌、弥跋喜都背得滚瓜烂熟，背得很熟，而且比我们想象中的好。结果后来啊，另外我说那个跑来跑去那个小朋友，后来我就跟妈妈说，你看超前进度，而且有时候甚至就是你就是让他练，比如说你大龙篇啊，或是让他有一个成就感，或是念那个诸葛亮这本书小篇的，让他有成就感，或是甚至还可以练将进酒，因为将进酒他念起来就很有韵味，小朋友都超爱的。然后我就跟那个小朋友说，你暑假当中你把将进酒背会的话，开学的时候李老师会给你一个小礼物啊。后来开学的时候不得了了，他这个将进酒真的倒背如流啊。后来呢，从那一次他会背将进酒以后，奇迹发生了，他20分钟以后，半个小时、1个半小时都坐不住了。你看，本来是只可以做20分钟而已哦，连1秒不行哦，现在已经可以做整整1个半小时了。他妈妈觉得是奇迹啊，真的是奇迹。然后他姐姐现在，已经2年级了，慢慢2年级。他姐姐现在读国中的，然后他妈妈说，我读经真的有差，因为以前刚开始是他姐姐来读，后来姐姐因为要学才艺没有时间来，但是他妈妈坚持说弟弟还是要过来。结果后来呢，弟弟现在读的超多的，后来的姐姐的课文姐姐还没背起来，然后姐姐念的时候弟弟在那边听了以后，后来那篇课文谁先背起来，大家知道吗？弟弟就背起来了，哇！那姐姐好羡慕说，弟弟你的记忆力为什么那么好？你看后来啊，他们说，真的读经真的很棒，真的很棒，而且小朋友真的他们真的还会很会应用哦，真的。待会有时间再讲一些很好玩的例子，真的，你会感觉说，哎呀，小朋友你的潜力真的超级无穷哦。那还有一点最重要的说，我们读经要带得好，就算说一定要验收，一定要验收。为什么验收呢？因为你要验收。验收是属于适当的压力。今天假如说我们今天读完，老师再见，下次再来，还是都没有读的话，
这个小朋友听来不久，为什么？他觉得没有兴趣。那会很扎实的读为小朋友为什么？因为他都会背的，上个礼拜教的他都会背的。那有时候我们不讲背，我们就说，哪一个小朋友，不用看书会念的小朋友，你要前面表演。那我们真的请小提琴出来表演好不好？真的要念诵好不好？好，那待会有假如出来那个，我会帮你盖章这样子。真的好，很简单我们就念这一句就好了嘛。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知止乎？”好，我们请自告会有几个小朋友出来表演好不好？好，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的进度就回家了，今天是到上课之前，我们今天请小朋友出来表演。好，好了，有没有这方面有的？有没有？有没有2、3个？有没有？好，我欢迎来，真的，那我准备小礼物给你们啊！好，来1个，来，4个、6个，来，快点！我们希望小朋友勇敢、有信心，我们就像天主好这个榜样，好不好？好，那好，3个而已嘛，还有没有？有没有6个？好，再找3个，还有没有？好，第一个而已，这一句叫不亦乐乎而已。好，我们欢迎你们，所有小朋友，好，快点，好，出来，各位小朋友很神奇哦，只要你们唱得出来活光普照，你们会更聪明真的好，1、2、3、5、6了那我们读经班的小朋友是最有礼貌、最有规矩，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礼正敬礼，好不好？谁当开口令？先开口令，第2个开口令，礼正敬礼，礼正。大家好，我给小朋友鼓掌声。好，我们会一下好，子曰：“学而时习之。”1、2、3，备开始。子曰。哇，好棒啊！你在这里来，哇，好棒好，所以这几个小朋友，我们可以盖6个章。好，谢谢你们。好，谢谢。待会记得待会送你们小礼物一定要念诵。那你们这样小朋友有成就感？我们访问一下，有成就？有。为什么？因为又比别人可以背更多的解释。有哇，真的你要验收，而且你有验收的话才有成果，而且家长其实当小朋友最乖的时候，谁最紧张？大家知道吗？在座的家长，他会觉得说，别的小朋友会，我这个小朋友还不熟，然后他下一次就回去还会背了，一天至少要练5遍的，真的。那假如没有验收的话，来回去的话，效果很少，真的。所以一定要验收。不管是用什么方法验收都可以甚至是1对1或是先来给来的家长验收都可以，或是闯关游戏都可以，一定要验收。你要验收，小朋友才有成就感嘛，大家说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坚持原则，最好是要亲子共读，爸爸妈妈至少要有1个要陪读，这样效果比较好。对呀，所以这样那个小朋友真的表现好。然后6位小朋友，待会我们会先盖6个章，待会我看看有没有小礼物可以送给你们。表示你们很有勇气，而且你们一定会越来越聪明。好，接下来好，大家都会了那这个回家要读几遍？每次就是回家一定要回家只要读5遍。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程序好，接下来我们来读。好，我们要开唐诗了。我们念一下经礼我们大家先念1遍。好，经曲解乐舞经礼，大家先念1遍，我看你念好不好听。预备开始。现今举起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小朋友念得很好。不过我常常提醒小朋友说，小朋友，你们诗名跟作者一定要念不然改天也许有一天会考试，对不对？有时候学校会考试然后你就这里有读过，但是作者是谁？你会忘记。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作者要念出来。好，跟着林老师念了。好，读经小口诀，开始。知识作者，经书百证，左手压，右手指，眼睛看，嘴巴念。好，跟着林老师念曲解乐舞，经礼一。曲解乐舞，经礼一。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好，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莫惜金
君礼一。劝君习起少年时，劝君习起少年时。劝君习起少年时，劝君习起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花开堪折直须折。花开堪折直须折，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莫待无花空折枝。莫待无花空折枝。莫待无花空折枝。我们各位亲爱的提醒呢，就说当我们带读经的时候，老师你本身你不要练得有气无力哦，真的。当我们练得有气无力的话，小朋友还会练得有气无力。就说心里力不全，小朋友他要练得很大声很难，真的。就我们就好像今天划龙舟一样，就前面那个敲加油加油这样子一样，所以要练得很有声。好，我们教大家加油加油好不好？好，请大家跟我。举起你的右手，加油加油！举起你的左手，加油加油！举起你的双手，加油加油！好，再次爱的鼓励预备开始，是爱的加油站预备开始。举起你的右手，加油加油！举起你的左手，加油加油！举起你的好，加油加油！这样子，好，小朋友加油喽！这样才会吗？就是这样子。他们带动大家的那个士气啊，对不对？其实还有很多篇幅，报时间有点来不及哦。那跟着我在念哦，那我念上去，各位小朋友接下去哈。好，君礼一度秋娘，劝君莫惜金礼一，小朋友念下去，开始。劝君习起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好，那我们现在哦，男生请举手，男生。你要把诗意跟作者念一遍。好，